今日我哋講下另外一個話題，就係究竟請現成姐姐、本地原約轉僱主嘅姐姐係咪快啲啊？請我海外要等好耐啊？係咪真係等咁耐呢？其實都唔係嘅，因為呢，嗱，入境處咧批出一個工作簽證咧要4星期嘅。咁你就算請一個現成嘅姐姐，都要取決於佢原約嘅日期係邊一日咯，嚇。咁如果你申請一個現成姐姐咧，我哋係要28日之內可以去申請嘅。如果你按時去申請嘅，咁佢就會4星期出 visa 噶啦。咁其實出完 visa 之後咧，我哋仲要做一個認證合約嘅。咁喺菲律賓領事館做一個認證合約咧，都要1個星期嘅。咁如果你話現成姐姐咧，佢出咗簽證就可以合法上班啦。咁認證合約之後再寄翻俾僱主同姐姐嘅。咁如果你話海外嘅咧，佢出咗 visa 咧，我仲要做一個認證合約要1個星期，跟住再 DHL 過去菲律賓 office 咧，1日就到㗎啦。咁再辦一個出國就業證明咧，佢哋就可以飛嚟香港㗎啦，啲姐姐。咁當然佢都要做晒菲律賓嗰邊嘅流程。咁一般都係同步進行嘅。當你申請緊個 visa 喺入境處嘅時候咧，海外嘅姐姐都已經同步進行其他嘅流程㗎啦。所以當我哋寄到啲件過去菲律賓嘅時候咧，基本上啲姐姐都做完啲流程。所以如果即係簡單啲講，如果你個姐姐現成姐姐4星期之後就可以返工，海外姐姐咧，你可能要俾多大約3個星期，咁啲姐姐就可以到港㗎啦。OK，如果你仲有其他問題，歡迎留言喺我小紅書，我哋再一齊分享。Thank you。